今日要介紹俾大家嘅服務式住宅咧，就係位於跑馬地嘅陳公館啊。咁陳公館個名咧係點樣命名嘅咧？原來以前嘅中國富豪嘅住宅咧，都會用公館嚟到命名嘅。咁陳公館咧都想帶俾住客咧舒適同埋豪華嘅感覺。咁陳公館咧屬於服務式嘅住宅，咁佢提供嘅服務咧包括有日租服務計劃啦，仲有月租服務計劃添。陳公館全棟嘅樓層咧，總共係有24層，咁屬於咧一梯一伙戶嘅，所以佢嘅私隱度咧都會比較高。咁所以你揸住嘅房卡咧，只會去到咧你租住嘅房間同埋2樓嘅健身室。咁佢嘅房型咧，亦都會比較統一，只有一種嘅房型。咁而且咧，佢每間房間咧嘅實用面積咧都有670平方尺，但係咧房裏邊咧嘅裝修間隔咧就有唔同啦。就好似咧而家我坐喺呢一間嘅房間咁樣，咁佢嘅裝修風格咧都會比較懷舊同埋復古。咁呢一間嘅房間咧，最適合咧就係單身人士啦、2人合租啦，或者小型嘅家庭租住。房間裏邊咧本身已經有一張雙人床啦。嗱，如果想加多一個人入住嘅時候咧，只要去翻咧服務台租借翻多一個床位咧就可以啦。其實咧呢間房間嘅間隔有2個選擇，嗱，其中一個咧就係可以做一個大嘅開放式單位，而另一個選擇咧就係做一個一房嘅套房。咁點解會咁得意咧？最主要原因咧就係中間呢一度咧玻璃套門，呢一度嘅玻璃套門咧就將呢個睡房咧完全分隔開。咁如果你想咧空間大啲、開揚啲咧，只要將呢個套門咧燙翻開去咧，就可以成為一個咧開放式嘅單位啦。其實咧呢一間嘅服務式住宅咧最大賣點咧就係一個咁開揚嘅馬場景觀，咁所以咧唔想阻擋到咧呢個景觀咧，佢就將個趟門咧係打直趟翻，咁就算咧趟埋咗個趟門咧，睡房同埋客飯廳嘅地方咧都可以咧好清楚望向翻咧咁開揚嘅馬場景觀。咁其實咧我自己咧都會比較咧欣賞呢一個設計，因為咧佢喺窗邊咧做咗一個咧梳化位，咁隨時咧可以坐翻喺度咧欣賞翻咧馬場嗰個景觀。咁其實咧我坐喺呢個位置咧睇嗰個馬場賽事咧係非常之清楚，可能咧唔需要望遠鏡咧都可以見到咧跑馬嘅情況添。咁而呢一邊嘅設計咧就會分割開啦，嗱就係有客廳啦、廚房啦同埋浴室。咁浴室咧一定係擺喺最後，因為佢唔想遮擋住個景觀嘛。咁最多享受呢個景觀咧，當然就係坐喺咧客廳呢一個位置。咁所以咧廚房咧自然就會擺喺中間呢個位啦。咁每一間睡房咧都有自己嘅小型廚房嘅，咁佢嘅設備咧包括有抽油煙機啦、電子爐啦，仲有一個熱水壺添。櫃裏邊亦都擺放少量嘅餐具，包括有刀叉、碗碟啊、杯等等。咁用完之後咧，只要自己咧洗翻乾淨就可以咧擺翻入去裏邊就可以啦。廚房咧雖然唔算好大，但係咧佢設備咧都尚算齊全。咁主要咧都係俾翻咧住客咧煮一啲小食，以輕食為主。咁小型廚房咧旁邊咧擺放咗一個咧單門嘅雪櫃，咁其實咧佢裏邊嘅容量咧都非常之充足嘅。咁旁邊呢邊咧可以擺放一啲飲品啦，而且裏邊咧有多層嘅層格，最高呢個位置咧仲有一個冰櫃添。咁其實咧櫥櫃裏邊咧係隱藏咗一個咧洗衣乾衣機嘅，咁洗完衫之後咧可以即刻咧做一個乾衣嘅步驟，咁就咧非常之方便啦。咁浴室咧嘅外觀咧就係綠色，再加埋磨砂玻璃嘅設計，而且咧裏邊亦都有少少咧復古嘅設計添。咁我哋開門入去睇下。咁裏邊嘅間隔咧包括咗有企缸啦、坐廁、洗手盆位，而下邊咧亦都擺放咗一個風筒同埋電子磅添。
房間裏邊總共有2部冷氣機，咁有一部咧就放咗喺雙人床嘅上邊，而另外一部咧就放咗喺正門嘅上方。咁而且咧走廊位亦都有一部冷氣機，咁總共咧係有3部冷氣機嘅。咁到咗夏天嘅時候咧，都唔使擔心咧話太熱嘅問題啦。咁喺清潔服務嗰方面咧，月租服務計劃咧每星期咧就會進行2次嘅清潔，通常都係星期1至5裏邊進行。咁星期6日咧就唔會有清潔服務嘅。咁佢每星期嘅清潔咧都包括咗一啲基本嘅清潔啦，同埋更換毛巾。咁至於換床單方面咧，就會每星期更換1次。咁陳公館咧，亦都提供咗咧24小時嘅禮賓服務，而且咧佢嘅維修部咧，亦都係24小時為住客候命嘅。咁如果咧有啲乜嘢嘅損壞咧，都想盡快咧為住客處理翻妥當。由於咧呢一個係服務式嘅住宅啦，咁有啲租戶咧會租借期咧比較長，咁所以咧服務部咧嘅處理方法咧都會比較彈性嘅，咁會因應翻咧租客嘅喜好，會租借額外嘅家具啦，或者咧將裏邊嘅家具咧有所調動咧都冇問題嘅。每個租客都會因應翻佢嘅喜好咧而作出改動。咁陳公館咧，亦都有另一個嘅地理優勢，就係佢非常之近養和醫院嘅。咁只要咧步行3分鐘左右咧，就可以去到養和醫院啦。咁所以咧，佢吸引咗咧一班嘅客戶。咁例如啦，待產嘅媽媽，或者喺度選擇坐月嘅媽媽。咁大家都知道啦，坐月對媽媽同埋初生 BB 嚟講咧，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咁陳公館嘅服務台又點樣配合媽媽呢？咁首先咧，第一個服務咧就係可以租借 BB 床，咁可以咧令到 BB 咧瞓得咧更加舒服。咁而第二個服務咧就係可以為媽媽咧提供咧月子餐單嘅公司聯絡方法，媽媽咧就可以揀翻咧中意嘅月子公司啦，有專人咧送翻咧膳食咧嚟到服務式住宅送俾媽媽食用嘅。咁所以咧媽媽就會多啲時間休養，同埋可以專心咧照顧 BB。咁同時咧，亦都吸引咗需要去養和醫院咧做手術嘅住客啦。咁佢哋咧都需要咧揀翻一啲咧比較幽靜啦，同埋舒服嘅地方咧去休養，同埋咧個地方比較近，所以咧佢哋方便去翻養和醫院裏邊咧覆診。咁我自己咧就有另外一個建議俾大家，就係可以做新娘子嘅出門套房啦。因為咧佢呢度咧亦都有提供咧日租服務計劃，咁就啱晒咧新娘子咧租翻1-2日。咁而且咧佢有基本嘅條件喎。咁第一個條件咧就係佢有咁靚嘅馬場景觀啦。咁影起上嚟咧就非常之靚。咁而且咧佢嘅地方咧比較開揚，同埋可以咧運用埋咧走廊嗰個位置。而且呢度仲係一梯一房，咁所以咧成個出嫁過程咧就更加有私隱度啦。呢一間嘅服務式住宅咧有一個特殊嘅服務，就叫做 Pet Friendly 嘅服務。租住嘅住客咧可以帶同自己嘅寵物咧一齊入住呢一間嘅服務式住宅。咁而且咧有一個好處就係因為咧一梯一房嘅關係，咁所以咧就唔會影響其他嘅住戶啦。咁至於寵物嘅洗手間，我哋又點樣處理呢？嗱，其實咧主人咧帶翻寵物嘅私人洗手間咧嚟到服務式住宅呢度咧就可以啦。咁而且咧申請嘅程序咧都比較簡單，只要咧入住之前同服務台咧申請翻就可以啦。收費服務嗰方面咧，咁我哋先講下月租服務嗰方面先。咁每個月月租咧嘅租金咧係45,000蚊左右。咁但係咧呢個價錢咧會比較浮動。咁所以咧如果想租借嘅時候咧，記得當日咧問翻服務台咧當時嘅價格咧先可以作準嘅。而且咧租住4個月以上咧係會有一個折扣嘅優惠喎。如果租得越多咧，個折扣優惠咧就會越大。咁除翻開咧最大嘅優惠咧大概係每個月咧4萬蚊左右。咁至於咧日租服務計劃嗰方面咧，每日嘅租金咧大概係1550蚊左右。咁而且咧呢個價錢咧亦都係浮動嘅。咁所以咧入住之前記緊問清楚服務台咧嘅最後價格先可以作準㗎。咁樣呢個月租服務計劃係包含咗啲乜嘢咧？包括有冷氣機嘅費用啦、水電煤嘅費用啦、WiFi 嘅費用啦、清潔服務嘅費用啦、管理費用啦，仲有收費電視台嘅費用等等添。
其實服務式住宅服務咧，亦都分開唔同個種類嘅喎。嗱，例如有一種咧就係只會提供月租服務計劃，而另外一種咧就會提供日租服務計劃同埋月租服務計劃兩種嘅。咁而且咧有牌照嘅關係，咁所以咧有啲服務式住宅咧房間裏邊咧係可以煮食嘅，而有啲服務式住宅嘅房間裏邊咧就算有廚房咧都唔可以煮食嘅。如果你都想租住服務式住宅嘅房間咧，記得睇清楚你係中意邊一種類型嘅服務式住宅先好 book 房啊。2樓全層屬於健身室，而且仲要係24小時開放添，完全咧係冇時間嘅限制。咁住客揀翻中意嘅時間咧落嚟健身，咁裏邊咧提供咗基本嘅健身器材啦。但係呢一個地方咧就冇浴室，咁所以咧做完運動之後咧就要上翻自己嘅房間嗰度沖涼啦。咁其實咧，陳公館嘅服務式住宅咧，跑馬地亞間，同時咧銅鑼灣都有一間嘅，但係咧佢哋嘅服務形式咧都有啲唔同嘅，咁所以咧租住嘅時候咧都要睇清楚啊。頭先同大家參觀咗一棟嘅服務式住宅，唔知大家又中唔中意呢類型嘅服務式住宅呢？如果大家都中意，記得留言話俾我哋知，仲要記住幫手讚好、訂閱同埋分享我哋嘅 Square Foot YouTube Channel啊！下次再見。